吓我一跳。这般境地，就算是神仙也杀不了人了。不是杀你，只是坏你气运。徐凤年，你这身大黄庭终究不是你自己得来的。我将自身气运、武学之路都送给你，同时也是将我的劫数一并给你。若你从小习武，并无大碍。可现在嘛，你气机必将紊乱，天人难救。就算神魂俱灭，也要在邓太阿面前杀你才好。转气运之术，你是那老家伙的弟子。为什么救我？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！因为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你娘曾给过我一线生机。给你。谁杀你，哼，我便杀谁。等待重逢。下次一字两文。好，说定了。过年啊，给你点礼物。你属小狗的。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得，你们欺负不得。我生来就欠这世间的，都会了才好。徐凤年，你就算要死，也得死在我手上。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那丫头呢？已经走了，什么都没说。没说。当世最强一战结束了。好像还行，就是有点晕。龙虎山那位名死
将自身武学路数讲诵于世子，本意呢是想乱你内息，学你气运，结果被那位呵呵姑娘强转气运，替你接了过去。世子如今伤势已无大碍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。那丫头会怎样？不知道，转气运之术世上罕见，我也不大了解。他呀，既然会这奇术，身后自有师承，不会出什么大意外的。李前辈，你打完了？打完了。邓太阿给你的。是。邓前辈呢？也已经走了。这还真留给我了。既是飞剑，又是剑心传承，他倒是舍得。没事，多看看这飞剑，多想想他今天的出手。您不是说要我走自己的路，少看别人的武学吗？有我传你建议，别家武学还有什么必要去学？不过这邓太阿的飞剑倒是可以借鉴借鉴啊。就是这剑太秀气了，颜色还那么艳，小女娃的鉴赏水准不超过8岁那种。幸亏邓前辈走了，不然您还得再打一场。打就打呗，老夫打不过王仙芝，还打不过邓太阿了。东海之上，前辈输了，胜负未分呢，但再打下去怕是要输。没打完，不打了，再打下去要冲开天门了。真有仙界，仙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嘿，都是自认为仙人的蠢材而已。您知道所谓仙界的秘密？那种破事你现在用不着知道，就你这身手啊，那地方的事对你来说还早着呢。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战既然没打完，就不能算输，没准打下去就是王仙芝油尽灯空的。输了就输了。王仙芝底子扎实，悟性又高，修为稳不伤身。这些年来占尽天下高手磨练自身，我毕竟耽误了几年，又少了条胳膊，赢不了。反正我心中，您才是天下第一。谁会在乎啊？打得尽兴就好。不过方才一战，王仙芝也使出了9分力，普天下逼他到这一步的，怕是没几个了。他还没出全力。王仙芝若出全力，恐怕只有500年前的吕祖才能稳压他一头啊！这么强吗？啊！哎呀，那咱们还在武帝城？废话，赶紧跑呀！我还拿了老黄镜下。他也拿着吧，这点面子王仙芝还能给我？那什么，那您面子有多大？你要干嘛？我能跟王仙芝聊2句吗？龙虎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你？为国除奸呗。谁是奸？我，徐凤年啊，都是。你等等，徐凤年我还能理解，毕竟北凉是王朝心腹之患。你呢？你不是说你是皇子吗？没法子，谁让我是私生子呢？我杀徐凤年，本质就是为了调息天下战乱，借机长兵。如今这心思被看穿了，要杀我也是应该的。谁看穿你？龙虎山？龙虎山就是打手，背后的主使者8成是张居禄了。那老头精得很，瞒他太难。所以，你理解龙虎山杀你的缘由？挺理解的。换我，我也杀。杀我一人，消除未来乱局。我既然不甘平庸，一个后果，当然自个儿接着，不怨别人。你连背后主使都猜到了？是啊。那你怎么还一脸想不明白的样子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要救我。
福将红甲都认出来了，一路杀他也坐实了，他跟我只能是不死不休啊！凭什么救我？想和你化敌为友。我天天追着赶着杀你，你能化敌为友？那我也想不出了。想不明白，算了，走吧。回武帝城？是啊，回去做什么？杀徐凤年啊！人还好好活着呢。他救了你，你还杀他？我心里是感激他的，但这跟杀他不冲突。人生两难全。不用去了，大师傅。王先知，睡了吧？漂亮啊！这么喊人能来吗？何事？这小子找你。邓太阿的12飞剑，给这小子了，运气不错。王前辈你好，晚辈徐凤年，在此有一事相求。不对，是两事相求。求我？说。这第一件事儿，是想请王前辈借辆好马车。不瞒前辈，有伤在身，回城不想走水路了。你杀了武帝城6名武奴，又抢走了见九皇的遗物，如今又跟我要马车。那6人并非为我所杀，我也没那本事。至于老皇的遗物嘛，我会给前辈一个交代。怎么交代？老皇和李剑神都是徐某长辈，他们2人好，胜负未决，1败1平，都没能赢你。王前辈，给晚辈一些时间，我徐凤年在此指天发誓，我终有一日会重回武帝城，替老皇，也替李剑神，与阁下再战一场，决胜东海。你在约战？正是。不仅约战，还要赢你。如今的年轻人胆子真大呀！行吧，那我也疯一把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赢过你，王献之，这最后一次机会，我就托付给这小子了。你信他吗？这剑道好在哪儿啊？好就好在，它有传承。时下的年轻人敢和我当面约战的，你是第一个，恐怕也是最后一个。好，等你来。多谢前辈。重回武帝城之时，我会把马车还给前辈。我会让人把马车给你。这第2件事儿，是我听人说，
我娘当年遇袭之日，您也在京城。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。小姐过世起，就一直在查，这些年追查凶手，整理出来的东西，都在里面了。当时我是在京城。我家人调查记录此事的小册上，记录了此事，但从未有人把您当作疑凶，因为我们都清楚，当日若是您真出手，我娘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。我去京城与他无关。我只想问前辈，当年有谁围杀了我娘？那几日是见到几个不该出现的人来到京城，不过那一战，我没撞到。这个人当日在不在京城？他在。多谢前辈。除他之外，还有谁在？我不记得名字啊，我只记得是瞧见北莽的人也在京城。北莽的人，高手，差不多吧。对于我来讲，都一样。黎阳皇室联合敌国，埋伏的是自家臣子，多荒唐！你别激动啊！多谢前辈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看来徐某回家之后，要再出一次江湖了。你要去北莽？是。别忘了咱们的约战。放心，晚辈不会死在北莽。王前辈，最后一句。你这问第3件事了。老黄临死前说了什么？来，给少爷上酒。他看着哪边？北。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哎呦，人都这么满。青鸟去车里吧，前辈也上车。世子先走，我把船上凤子营兄弟叫上，回头就赶过来。舒修也去，嘱咐船夫顺江而回，送去北凉。是。走。
去西蜀？曹长卿与西楚公主已然到了蜀地，楚国余孽蠢蠢欲动，朝堂认定蜀地将有大乱。这是机会。正是，朝廷需要有人去蜀地平乱。难道是我？还能是谁？可是，按理说不该轮到我。许萧不能去，西蜀若归北凉，天下都要姓许了。顾建堂呢？顾建堂告病，陛下也不敢放这样的猛虎出山啊。也对，西蜀掌兵必须是陛下信任之人。大师傅，可是还有其他几个皇子在，那几位，谁愿意去与曹长卿对决生死啊？犹豫的犹豫，忌惮的忌惮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把这奔赴西蜀掌兵平乱的差事，替你拿到手了，这是陛下必知。可曹长卿不好对付，我陪你西行啊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没必要与曹长卿为敌呀。我问你，楚人最终目的是什么？回家。没错，潜藏蜀地只是权宜之计。等曹长卿与那位西楚公主收拢旧部之后，他们必定会离开西蜀，重归楚地。到那时，西蜀再无掣肘之人，而你执掌兵权，名正言顺，那时你就是新的西楚之王。就怕到时一道圣旨，收回我的兵权。这样的旨意，你会接吗？当然不会。等我掌控蜀地，下一步就要往边境之外。边境外，蛮荒。等蛮荒跟西蜀连成一片，我就有了问鼎中原的根基，最差也是一个无可动摇的蜀王。能看到这一步，也不枉费我教导你这么些年啊！多谢大师父替我抓住这般良机。无需多言，我们即刻赶路前往西蜀。这人是谁呀？袁庭山，轩辕家曾经的门客，如今走投无路，倒是可用。袁庭山欲为蜀王掌中之刀，斩尽仇手。这人间终于给了我一次机会，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。终于返程了。哎，小子，邓太阿的飞剑再让我瞧瞧。青鸟，帮我打开。
大师傅，这一路为何转了这么多方向？别让人给堵上。会有人堵我吗？办事总要小心。那为何不快马加鞭？总要让马有休息的时候啊，不能跑一半把马给累死。大师傅，我看毛先知与李成刚，他们都快能飞于长空了。借真气而已。你能吗？你说呢？徐凤年也踏上归途了，这您都知道？我让人远远盯着，这一路歇息时都有眼线回报徐凤年的行踪。还用让人盯着他吗？要是我能成为蜀王，就可以不用杀他了。我一路在想，你说在武帝城时，徐凤年救你一命，这事儿确实说不过去。会不会是徐凤年知道咱们要去西蜀找兵？这密旨他怎么会知道？就算他知道，为什么要救赵凯？西蜀北凉可谓犄角之势，徐凤年是下一任北凉王，若是和蜀王联盟，那就真的安枕无忧了。这么说倒有点道理，还是说不通。徐凤年怎么可能远隔千里还知道朝堂对策？再者说，武帝城时，大师傅还没有来，连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去西蜀。不管怎么说，徐凤年都没有理由救你，这事儿透着古怪。所以我让眼线观察他这一路的行程。您哪来那么多眼线啊？活了这么多年，总该给自己培植些势力，这些势力将来都是你的。大师傅，若没有您，我活不到今天的。若没有你母亲，我也不会有今日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。这些天眼线回报，徐凤年一行确实往北凉而去了。从路程看，他们就算想拦我们，也不可能。那就万无一失了。然而这些天，徐凤年始终在马车内未曾露面。是受伤了？不知道。您的眼线总不能拦路查人吧？徐凤年一行快经过广陵了。我给广陵王赵毅传了消息。赵毅，那个家伙在藩王里也是恶名远扬，您给他传什么消息？也没什么，提了2处，一个呢是朝堂对徐凤年顺利的离开武帝城不是太欢喜，另一个呢，徐凤年身边有角色相伴。赵毅父子2个好色如命，您是想借赵毅的广陵军去试探徐凤年？可那家伙虽然臭名远扬，却也不是笨蛋。他真敢害徐凤年吗？为什么要害呢？大军吓唬吓唬徐凤年，让朝廷有点面子，然后顺带把那个丫头要走。一个丫头，北凉能说什么呀？徐凤年不会把人交出去的。赵毅又不知道徐凤年的为人，以他的处事，一个丫头还不如个物件。
前辈。赵毅的广陵军，李前辈，这怕是要过千了。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，麻烦。人们都以为啊，你会永远的把自己困在听朝廷的顶上。同袍忌日，怎能缺席？何况画地为牢，画的就是听朝廷，高处地下，依旧是在听朝廷内，不曾越界。嗯。哎，你说哈，这每年都要来这么一回，这身边的人呢，是越来越少，这灵位却越来越多喽。总算换回了一场人间太平啊！可他们都看不到了。
他们在看，一直在看。李淳罡一剑破甲2000余，广陵军心胆俱寒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听见了吧？啊，就是那个陪了你们很多年的那个李剑神，这次他威风了。凤年未曾露面。你说哈，他这次江湖之行，我全都安排的妥妥的，啊，甭管是青州也好，还是江南也罢，我所有的布局可以说是做到天衣无缝了。陈之豹一直未曾在军营露面，无人知道其下落。哎呀，凤年这孩子呀，在我的布局之下，竟然弄了一场瞒天过海，把我都给骗了。直到最后，我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。要是一直跟着你的安排走，他就是第2个徐骁。啊，他选择了一条与我不同的路，是一条我从未敢触碰过的路。我的儿子徐凤年，他将打破我的枷锁，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众生。他就是下一代的北凉之王，他会守住咱们的北凉大旗，镇守住咱们一起打下来的天下。这样的未来，这样的北凉王，你们还满意吧？我们的时代终于要过去了。北凉有了咱们自己的新王。别动手！有消息了。广陵军出动，李淳罡走出马车，一剑横空。结果呢？赵毅派出多少兵马？2000余人。李淳罡一人一剑。
一人一剑，此次再无人敢阻拦车前，一路被去了。真厉害！徐凤年呢？出来没有？李淳罡既然还在马车上，徐凤年自然也在，就算不在也不重要了。有我陪你西行，李淳罡不来，谁拦得住你？那就万无一失了。这一夜难得睡得踏实。大师傅，咱们上路吧，我已经等不及，赶去西蜀了。好。起床了。大师傅，为何不骑马了？骑马，人多眼杂。那下面的路，走水路更安全。我们到前面登船，后面的路沿江而下。时快时慢还不停改变路线，大师傅，没必要这么小心了吧？现在没有人能够追得上我们。徐凤年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还记得我在武帝城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就这事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你的绝路不该在武帝城，而是在这儿。武帝城救我，是为了在此劫杀？说不通吧？救你、劫杀，都不是为了你。我眼中的敌手，从来就不是你。你等的是我。我娘进京中伏那天，你人在哪儿？徐骁应该查过。我受命离京，不在京城。我查了你的调令，也找人把当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问了个遍。韩雕死，我娘中伏那天，你回了京城。这么说，是有人看见我了？是有人看见了，但不认识你。但没关系，你的相貌比较好认，就不怕认错？
本来已经8九不离十，而武帝城一行，则是彻底确认此事。这个人当日再没在京城。他在。你在京城？为什么在？因为皇室围杀我娘，需要你这个大内第一高手坐镇，但你们也害怕北凉事后报复，所以做了你不在京城的假调令。谁能想到，我娘她居然能逃出升天？那段时间你们应该很怕吧？怕北凉起兵杀进京城，但是并没有，因为我娘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初定，若此时再起杀机，世间又将陷入战乱，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为了天下人，我娘瞒住了此事，她很了不起。可这样的大局，你们在乎过吗？北凉如此强悍，换了哪位君王不担心呢？你承认了？到了这一步，再狡辩就失了气度。没错，当年围攻你娘有我一个。很好。徐家清除玉兰，徐骁没猜到的，你做到了。你就这么小看徐骁？这么多年以他的能力啊，我不相信他没有怀疑到你。但他始终没有想过复仇，因为北凉子弟死伤无数，才换来天下太平。他不敢为了一家私仇再起刀兵，让天下陷入战乱。他是害怕对不起那些战死的老弟兄们。北凉王重大局，但我和徐骁不一样。杀母之仇，怎能不报？没做错的人为何要忍耐？为何要妥协？我徐凤年绝不委屈自己。所以，你宁愿毁了先辈创下的太平盛世？我都说了，我和徐骁不一样，人情公理我要，天下大义我也要。凭什么偏要选一样放一样？我偏要两全其美，不愧本心。现在想想，曹长卿这次堂而皇之的去西蜀，也是在配合你行事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始终想不明白。你怎么知道朝廷一定会让赵凯去西蜀？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来送他这一程？更古怪的是，我们这一路线一变再变，你怎么能拦在此处？自然是有人通风报信。是你？你是北凉手下？当然不是。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为什么知道朝廷会将赵凯派去西蜀？自然是有人在朝中帮我将局势推向这一步，同时又在与我互通有无。你到底是谁的麾下？你没看我是用刀的吗？顾建堂，顾将军告病，是不是很及时呢？不可能。顾建堂为什么要和北凉合作？因为只要我活着，大师傅就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我。有您在，就不会让顾建堂离开京城的。猛虎不回山，总是心不甘的。就是我死了，陛下也不会放他离京。可是少一分掣肘，就多一分希望。说的在理。
既然是顾建堂麾下，怎么会在轩辕家做门客？算我多问了。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脉，这其中的便利之处，顾大将军自然是看明白的。对大将军来说，我就是不知名的小人物。我想入驻轩辕，既是受命，也是为自己求前程。可惜啊，被世子抢先一步。轩辕家的时候，你就和徐凤年合作了？并没有。大将军不可能预料到世子插手轩辕家，我是后来才受命与世子合作。哪有时间受命？何况，你也没有机会与徐凤年交。上阴学宫，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了什么，最好听不到，也不将就。没错。还是我给的机会。大将军看重上阴学宫，自然有麾下驻留，正好给我传令。顾大将军也不容易。我还记得那时，你回了我话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啊？知道魏说啊，我不敢靠近偷听。我见李剑神的时候，徐凤年一直没出来过。绝对没有。那时候就在骗我了。对不住，你挡了大将军的路。谁？袁庭山。顾大将军想问世子，知不知道王妃遇伏那一晚，寒雕四起是在京城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顾将军想要的是什么。可以谈。这么一来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顾建堂不但没有阻挠，反而暗中推动，让赵凯接下西蜀之行。再加上此人一路暗中传信，才让你出现在这里。这么说来，西楚公主也是你的妻子啊？江离不是妻子，就算没有江离一事，也有别的办法让你出京。结果这么巧，遇上了曹长青，又撞见顾建堂也想杀你，正好省去了我在京城的布置，留着以后再用。谋划倒是不错，可惜呀，顾建堂没法亲自来，就不陪你聊了。我们上船。姐弟4个都到齐了。虽然不会武，但为娘报仇的场面，岂能错过？难怪你要帮轩辕家。天南海北齐聚此处，也只有掌控天下水路的轩辕家可以做到了。江南、学宫、龙虎山轩辕家，你这一路每次停留，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。你们无路可走了。就你们4个，也想杀我？
谁说只有我们4个？难不成你还能从北凉调兵啊？徐凤年，我时刻关注北凉。徐骁麾下那些义子里，也就只有楚禄山听你号令。如今楚禄山兵马未动，依旧镇守在北凉，你哪儿还有援兵啊？陈之宝，这是北凉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，怎么会是他？我来这里，不是为徐凤年，只是为义母复仇。想办法杀出重围，不必等我，先去驻地。北凉从阵！就这些人，远远不够。大师傅小心！金刚经，可惜这样的天才就要毁在今天了。
丢吧。贼先擒王，两袖轻射。天道能定人神，命运无法抗争。不服人法胜天，我天人便是仙神。我手中剑展开天门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一剑开天门了？斩去天命，斩去家法，这念头才是一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给我开天门！去死吧！大黄庭。邓太阿加上李前辈接了一剑，剑一剑，下次打开盒子，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1次飞剑。若不是李淳罡，加上邓太阿剑意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
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师傅，我爹不愿见我吗？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，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去争，哪怕万劫不复，也要为自己闯出一线生机。我该怎么争？我教你。徐凤年，你生来就是徐家的嫡子，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，而我却要拼尽一切，才能看到一丝机会。我明白，你应该非常恨我。我不恨你，我也不认命，但我要试着改变它。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，带到现在，我都不后悔。即使你也一样，也是你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。水凤年，你很了不起。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，挑起天下战乱。赵凯，你的下场皆源于此。我输得不远，徐凤年，你比我强。别再掉了。顾大将军托我转告谢意，
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。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逢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与你合作。谁知道呢？回北凉。凤年，我有种感觉，他永远不会承认你是北凉王。跟我回家。我们必须回到原处。如果现在跟你回到北凉，就等于是昭告天下，是我们杀了韩雕嗣和赵凯。等你成为北凉王，就能接我们回家了。好好练刀，别丢了徐家的脸。这，生拉给你留着。等我回了北凉，我得再去一次北邙。剩下凶手的线索就藏在那边土地上。等我完成真正的复仇，我就回来接你们回家。多谢。我走了。去哪儿？好几本书没看，我得赶回听朝廷。北凉再见。
如果要去北莽，我得学会自己使出飞剑才行。没感觉到邓太阿留下的剑心吗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不过这些可以先不用考虑。也许前程未卜，但不管未来的旅程走向何方，只需记住一点：北凉在等我们回家。